驚蟄。每年嘅呢個時候都會有個人嚟揾我買酒，呢個人好奇怪，每次都從南邊而嚟，而呢個習慣亦持續咗12年。今年佢又如期而至。喺冇幾耐，我遇過一個人教我釀咗一壇酒，佢話呢個釀酒法叫醉生夢，要用整整一輪嘅光陰嚟釀造，從驚蟄入壇再到驚蟄啟封。佢話人最大嘅煩惱就係記性太好，12年嘅酒足夠一個人忘記佢諗唔明白嘅嘢。我問佢點解要咁耐嘅，佢話太快唔得，有啲嘢時間短化唔開。我用醉生夢呢個法子釀咗呢一壇12年嘅酒，本來係打算賣俾你嘅，而家睇嚟我要請你一齊飲啦。佢話咁啱，12年嘅酒解10年嘅困惑，飲咗呢一杯，或者就係一個新嘅開始啦。